各位觀眾大家好，歡迎收睇 Inspires HK，我係文哥。我哋呢個 channel 一向都係用主流媒體較少講嘅角度去分析各種社會現象同民生議題，講一啲社會實況。記得幫手 subscribe、like、share，仲可以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page。有咩題目想我講，都可以留言話我知。今日想同大家分享嘅係我最近實地去澳門城市大學了解 OpenClaw， 即係大家成日講嘅養龍蝦之後嘅感受，同埋講下 AI 喺香港、澳門呢幾年帶嚟嘅機遇、風險對就業同創業嘅衝擊，仲有好多社交平台被 AI 誤刪嘅情況。前幾日有網友留言話用 AI 嘅。我完全冇否認，因為我每條片開頭都寫明 assisted by AI， 而家唔用反而 out。跟開我哋 Facebook 嘅朋友都知道，我哋最初係寫文章為主，嗰陣時冇 AI， 要自己逐隻字效、逐段對稿，一篇文章可能要搞成幾日。有咗 AI 之後，效率真係快咗好多。但係 AI 唔係一按掣就出片，唔係咁簡單。我而家嘅流程係，我自己先寫初稿，再用 AI 做語句調整、補資料，最後我再親自核對，調返自己嘅語氣。所以 AI 係工具，但唔係替代品。尋日我受到邀請去咗澳門城市大學了解 OpenClaw。大家最近成日喺網上聽到養龍蝦，其實佢係一個 AI agent 系統，可以幫你自動處理唔同 app、唔同工作流程。係 Web 4.0時代嘅新工具，對於鍾意 AI、想提升效率嘅人嚟講，真係獲益良多。但係我都想講句真心說話，AI 唔係你幻想中咁簡單，唔係撳個掣就萬能，背後仍然要人手操作、設定、監察。AI 幫到手，但唔會完全取代人。我而家每日得2個鐘做內容，AI 幫我節省咗好多時間。由以前1星期一篇文章，變成而家1至2日就可以出一條片。但係 AI 要買 credit， 剪片平台要俾錢， AI 工具要訂閱，成本唔低，回本未必回到。所以話 AI 係加速器，但唔係免費午餐。AI 會創造新工種，但亦會淘汰舊工種。AI 會取代翻譯、橫正、碳基礎文案、行政廠、巴基礎剪片、客服呢，但同時亦會創造 AI 操作員、AI 監察員、AI 內容審核、AI 工作流程設計、一人公司 One Man Company 模式。例如我以前都諗過請人幫手剪片寫稿，但有咗 AI 我可以自己搞掂，成本又低咗。但係AI 嘅內容仍然要人去核實、去調整，否則錯漏百出。最近好多新聞都講 Meta、Facebook、IG 大量誤刪賬號， YouTube 都有誤判，有啲人冇出片都俾刪，有啲人淨係睇片都俾封。AI 審核錯誤、投訴無門，呢啲全部都係 AI 系統誤判，而且資料外泄、隱私風險。AI 訓練數據不透明，都係現實問題。AI 可以用，但係前提係要用得安全、用得負責任、用得透明。AI 對實體經濟嘅衝擊，成本低咗，但收入未必高咗。AI 可以令創作成本降低，例如一條片以前要3000至4000蚊，用 AI 可能只係1/3成本。但係 AI 影片要買 credit。有時一條片要用幾百至1000蚊，回本未必回到。實體經濟差，網上收入都差，因為所有虛擬經濟都要靠實體經濟支撐。如果大家冇錢消費，點會有人課金、點擊、買廣告？呢個係值得反思嘅。而家最 hit 嘅係 AI 短劇、AI 真人演繹、AI 虛擬主播，機遇係好大，但風險亦都好大。版權問題、肖像權問題、AI 生成內容被誤判、平台政策唔穩定、成本高、回報唔穩定。所以 AI 唔係穩賺不賠，
係高風險高回報。我想講嘅係 AI 可以幫你，但唔會代替你；AI 可以加速你，但唔會拯救你；AI 可以令你變強，但前提係你肯學。AI 時代最重要嘅係亞人嘅判斷、壞人嘅創意、化人嘅價值觀、人嘅監察、科人嘅參與。只要保持學習心態，AI 係機遇。如果拒絕學習，AI 就變成風險。希望大家都可以喺 AI 時代代到自己嘅定位。呢度係 Inspires HK，我係文哥，記得 subscribe、like、share、comment，令社會更多人關注，支持我哋繼續發聲。遲啲我哋再探討更多議題，下集再見。